大馆主，无体啊，大小姐心情有较好。有喏，家都我开朗咧哦。人伊还佫讲吼，明仔载要甲因男兄斗阵去拍啦。哦，拍啦？嗨，这如流之辈，你拍什么啦？大馆主，这无要紧嘛，只要大小姐心情若好就好啊嘛，哦。无体啊，你确实有两步车啊。迄当然咯，若有我保体出面吼，一定大事化小事。哎呦，你无大馆主的会答应吼，你袂使入来啦。你莫讲我袂使入来，是安怎我袂使入来？馆主，伊请问这位兄台有何贵事？听讲恁遮大故事要比武招亲，敢有这代志？有，请问兄台，哦，我是要来报名。你要来报名？你你这行的要来报名？哦，你正来想要甲人比武哦？拜托，等去困较顺咯，迄个故事写是讲比武招亲，唔对。只要若是有功夫，就会用得来。啊，无限定，就爱啥物做家事，安怎我袂用啊？这功夫。是啦，请问这位兄台尊姓大名？我通我名人迄间去啊。哦，少人姓侯，名是基。起来啦！做人为快乐之本，恁着看什么人，是土豆人还是艺人？迄是我完收人呢。收到我就100岁，啊若想到讲去度假庄的事，叫人闹鬼，我就结假。哎呦，阿兄，你毋捌听过人讲哦，君主报仇啊，3年无万呢。你不要规气哦，迄冤仇甲扣扣较大把，做一遍报就好啊咩？对啦对啦，还难食饭的啦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说出驷马难追，讲袂瘾食就袂瘾食。有影袂啊？安尼好，妹啊，人啊我爱食哦，甲遐尔有志气哦，咱摕来倒条件。哦。等一下，相互抓。1、2。迄物件啊，土济要摕去拼掉。你细汉的时无听阿爹甲阿娘咧讲，讲这物件若土济拼掉，叫雷公讲。去糖葫芦我他食。我都唔相信你是铁人，唔免食。哎呦，头拄甲你鼓车甲安尼，哦，连看都唔甲我看者，即马安怎话要拼掉就话动呢？好啦，哼，爱食计细人吼。唔是。结论遮悬，哼，人肉做的呢，你当作踢拍身体哦。我唔食是咧甲恁张的啦。主人，嘿嘿，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影讲哦，这遍你无惊到。喂，害我惊一个。主人啊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知讲你知有啊，替你去武馆报名，参加打擂台比武招亲。比武招亲哦，哎呦，想袂到，阮迄遥控的师傅对我阁遮尔周到。迄当然的咯，也毋过主人啊，我甲你讲哦，阮敢若会当暗中甲你斗3工尔，所以吼，你一定爱学一寡吼，即个架势，爱比较好势，安尼吼，人才袂怀疑，才袂漏气。爱学一寡架势比较好势，是要做歌戏哦。毋是啦，安尼。哦，架势啦。哦，你讲骹步就对啦。骹步啦。迄我会晓，骹步线在我会晓。你看卖，嘿。这做蹲马步，这蹲去目睭就爱看远，啊看远，看远拄好有2个人咧来呢。一个查比话，一个查比话哦。啊，迄个查比话足矮的，骹佫倒倒啊尔。哎呦，迄个就是杜家庄迄个啦，迄个伊骹举悬哦，害我拍落老皮花，迄就是迄个查囡仔啦，迄个。就是迄个查囡仔。对。安尼好，主人，你有想要报仇无？有喏。听我话，先立起来，等下咱拍算。好。即摆有阮青天的话课，恁祖妈吼，毋对，恁祖公吼，这边绝对互你晓。哼，无啊，恁着小等我者。你嘛袂紧的呢？妹啊，你嘛行路莫行七体，真正你老人看到吼，会用笑死呢。咱是出来拍人呢，拍人还是有英雄的，知无？但我是心情莫出来行行的，我也不要拍啦。哈，你袂晓拍啦，你嘛较早讲的，安尼出来遮咧低骹半手。啊，无你去拍啦嘛，我来凉亭啊等你啊。对，妹啊，哪会煞你安尼啦？你去后你是一个小女子咧，点样我无放心，袂使哩。袂使，啊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当然是当。嘿，哎呀，遐有一只迄落粉鸟吼，无你安尼施展一个功夫，啊射落我看。你是安尼紧张甲安尼，即款的吼简单，
这互我来好啊。小等咧，喂，如果是你，都迄个两公大剑，我甲你讲，贫道今仔日的行情已经无共，就是武林的高手。你莫在那操蛋，你叫做武林高手，我才是无相信。赞赞，若唔相信，我来点一个功夫，互你试看，你就知影。啥？下脚，下脚，着搁用中字哦。这边的免，这边的点一步叫做一摸下脚，一摸下脚。免笑，你若唔相信安尼，这位姑娘，你的头毛一支招啊？我想拢爱头毛招你，啊无我会撮行你啊。啊招就招嘛。好啦，随家闹开。这是一支毛，软软的毛，绿滴。一摸下脚也好。